继续来到婚林，一个家长来指控，讲家己未满14岁查囝，和一个自称是摄影师的男子约出门，结果和对方侮辱吞大，佮甲录影片。检察官调查结果发现，迄个涉案的29岁男子，毋是第一届犯案，伊的硬碟内底有超过1700支影片，是甲无共的女子来发生着关系，其中阁有未成年的少女，即卖已经互收押。穿黑色外套，甲动机翕相，这个29岁姓吴的查甫人，伫社群平台经营出外摄影，铺的拢是伊的作品以女性为主。姓吴的查甫人被指控利用摄影师的身份，诱拐婚姻一个女国中生。这个女学生的老母伫面册写讲，因查某囝迄日刚是以安全放心的心态去抚育，不过被逼翕清凉相片，佮被性侵录影。伊讲这个囡仔还未满14岁，遮细汉的囡仔受到这款的伤害。同时强调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毋是头一摆犯案。而且那个人真的犯案很多人是没有，我们没有举出来。我的照片那个留言下面很多人都说超多。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徛在电脑内为甲无共款的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影像，而且超过1700遍。经过面的辨识比对，发现其中部分的人也未成年。被告有反复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之嫌，其指挥警方持拘票将被告拘提到案。家长佮指控讲，代志发生后，有甲学校的辅导老师反映，不过校方无行动，互因真无助。婚林馆长张立新承认讲，学校伫处理上确实有疏失。这个部分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做到完善的部分，我们会来立即检讨哈。这个姓吴查甫人因为涉嫌犯着家当强制性交等等的罪嫌，已经被收押。案件背后还有偌济受害少女，目前检方要伫调查。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